就是用3个爻来组成一个卦象，一共有8个就是2的3次方。那这个8卦里面就是包括宇宙的8种元素。那这个八卦的重叠就是8864卦来观察人类的生活生命的各种现象。以这个卦来讲，它叫天卦，它是由6个阳爻组成的。那如果八卦来讲，它是这个内卦跟外卦是各由3个阳爻组成的一个卦象。这个卦象叫做天，这天是不断的在动的，所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天道恒动，它不断的动的。那以地来讲，它是不动的，它是那个不动的，所以它由3个阴爻来组成一个卦象。那重叠就是坤为地，所以地卦是由阴爻组成的。那以这样的变化里面，再出现所谓的水这个水卦，我们只看这个内卦跟外卦，它是中间是阳爻，旁边是阴爻。这个水呢，就是中间很强看起来外表是很温和的，你让它变成什么，它变成什么。但如果它力量累积起来的时候，变成洪水的话，就无坚不摧了。这个水卦是内部非常强，外表是温和的。但是2个水重叠的话，在古代，因为对于这个船呢不是很方便，所以碰到水的时候就碰到各种困难，所以水2个重叠一起叫做坎卦，代表艰难的意思。那这个火呢，正好是跟水颠倒它是本来是阴的就变成阳了，阳的变成阴的。那火是外表非常的明亮，但内部一定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看蜡烛，我们用手去切蜡烛中间的这个火是不会烫到的太阳里面一样有黑点所以当有明亮的非常亮丽的时候，它中间一定会出现虚弱点，这就是火。那因为2个火重叠在一起，就非常的亮丽所以称为离卦。那这个离卦代表说，当你在最红的时候，其实它分离的这个因素已经产生了，所以火外表是非常非常炙热的，但内部有它的虚弱点所以这个水跟火的这种特性。那我们再看这个